家究竟怎樣才是家？家究竟哪裏才是家？家有親人，有真情，有牽掛；家有保護，有鼓舞，有愛心。有愛才能可以稱作家，沒愛又怎可以稱作家？家以真理作一生的根基，家以真愛編織每段年華。感恩有家，我愛我家，願這份愛永遠不變更，盼望將來回到天家，共享主愛，直到永恆。家究竟怎樣才是家？家究竟哪裏才是家？家有親人，有真情，有牽掛；家有保護，有鼓舞，有愛心。有愛才能可以稱作家，沒愛又怎可以稱作家？家以真理作一生的根基，家以真愛編織每段年華。將來回到天家，共享主愛，直到永恆。感恩有家，我愛我家，願這份愛永遠不變更。盼望將來回到天家，共享主愛，直到永恆。天家是真愛的家，天家是永恆的家。感恩有家，我愛我